对啦。我找足久的呢，感觉这适合你哦。你知影我为啥拍你吼？查某人上惊吼，就是看到因翁一直看手机仔咧笑，伊就咧想讲吼是谁哈？查某也是查某，同事也是朋友，是共一个人还是毋共人呢？想到我头壳拢疼哦，拢困袂好。毋过我昨困了足好诶。你喷的迄罐芳水，我嘛有一罐。买一送一，遐尼想要阮离婚哦，好会用的，我送你。在即款会偷食的查某边仔吼，我惊我永远拢困袂去啦。秀珠啊，你听我讲啦，拢是伊啦。我干那还没加讲两句仔话尔，我哪知影伊就规个念啦，伊就无爱走啊啦。秀珠，